來看台灣，在這個月初6的時呢，是正式恢復做非洲豬隻的非疫區。也毋過，即馬在中華竟然閣有業者無守這規矩，違法用噴來飼豬。縣政府是佇巡園查到2大飼豬場，攏有這款的情形。一桶一桶的噴，竟然就安尼直接載來豬條飼豬。中華縣這個月10日，佇中華巡園查到2場飼豬場違法用噴飼豬，佇現場發現3台載噴的清運車，嘛佇豬槽發現動物性廢棄物，違規事實明確。本所於4月12號清晨，聯合農業處、環保局及警察單位，針對芬園鄉養豬場執行突襲稽查，查獲2處豬場違法使用廚餘餵養豬隻。現場並發現清運車輛載運廚餘及未經核准之動物性廢渣。中華動防署表示，這2場飼豬業者是同一家人，為着閃避調查，利用假日透早為台中載噴入去豬條，違反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甲飼料管理法相關規定，上懸會當罰400萬，而且取消因申請轉用飼料補助經費的資格。中華縣飼豬協會就指出，台灣真無簡單，恢復非洲豬隻的非疫區，大家都愛守規矩。重回是3大疫病非疫區是真的很難得。最近大陸那邊有爆發南非疫情的口蹄疫，國際上這個各種疫病又更嚴峻，邊境把關這個部分還是要大家做得更確實一點。中華縣飼豬協會表示，目前國際上也是有豬隻的相關疫情在探燒，除了飼豬戶一定要遵守相關規定，千萬唔通違規用噴飼豬，而且都要加強邊境的管理，做伙守護台灣飼豬產業。記者楊淑晴綜合報道。